11月29號星期六，大埔宏福苑5級大火嘅死亡數字，尋日已經跳升到128， 3位數字。哇！即係尋日睇新聞見到呢個數字嘅時候咧嚇，個心即刻嚟一嚟啊！咁今日就並冇喺搜尋工作裏邊並冇揾到新嘅遺體，咁即係咧死亡數字仍然係維持喺128。咁但係128咧都足夠沉重，足夠令人咧即係崩潰啊！咁不過咧，仲要有心理準備，死亡數字隨時都可能增加，因為咧根據政府今日公布啦嚇，仲有150人咧係失聯嘅。咁但係政府嘅講法就話咧嚇，呢150人失聯咧就個資料咧係比較零碎、比較混亂，唔係咁完整啊，仲需要去重新整合。點解咧？因為有啲人咧就其實話佢報稱有人失聯，咁但係咧就話呢位朋友咧就好耐之前咧就住喺呢個嘅宏福苑，但係咧大家已經好耐冇聯絡啦咁。但究竟佢仲係咪而家仲住喺度咧嚇？其實都唔知喎。咁亦都有啲人咧去報稱失聯嘅人士咧，佢淨係知道花名，佢唔知道咧佢嘅全名啊。咁即係不排除可能係有重複啊。嗱咁以上咧就係警方講嘅150人啦嚇，失聯嗰度話個資料有啲唔夠完整啊，要重新整合。即係言下之意咧，警方冇咁講，但係言下之意咧就係話，咁會唔會咧？事實上係冇150人失聯咁多咧咁我自己咧，坦白講睇呢個新聞嘅時候咧，我就有啲盼望咧，就真係唔好咧。其實係重複咗啊，唔係有150人失聯咁多嘅。始終咧，而家個火咧發生咗幾日，咁已經咧某程度係過咗咧最黃金嘅救援時期啊。咁越多人失聯咧，其實能夠成功拯救到佢哋咧，即係生還咧個機會咧係相對細嘅。咁即係越多人失聯，可能稍後揾到嘅遺體數字會更多。我好唔想係咁咯。咁所以咧，我寧願相信失聯數字實際係冇咁多。咁但係無論點啦，咁都而家要即係當然都要盡力去搜尋先啊。咁呢幾日咧睇火災嘅新聞咧，我呢兩日最頂唔順嘅片段係乜咧？就係啲家屬要去咧辨認啦，透過遺體嘅揾到遺體嘅照片去辨認咧嗰個係咪自己失聯嘅親屬，係咪自己失聯嘅家人？哇！睇到呢啲片咧，我係真係好頂唔順咯，太難過。點解咧？大家諗下，其實親人咧離開咧已經係好慘痛、好傷心噶啦。咁但係咧，而家離開咗個親人咧，佢仲係經歷咗一個咧5級大火啊！可想而知咧，佢嘅遺體咧一定係會令到咧愛佢哋嘅人咧睇咗之後咧係會個心痛到咧，即係痛入心扉，係近乎崩潰啊！所以你見到呢啲片段咧，啲家屬咧認完啲遺體照片行出嚟咧，好多都要人咧係要攙扶啦，即係喊晒啦，即係覺得哇！你睇到嗰種酸啊，即係係頂唔順咯。喂，我哋作為一個旁觀嘅睇到都話頂唔順。你諗下佢哋置身其中，佢哋係真係幾慘。所以最頂唔順就係呢啲片段。但係真係只能繼續去祈禱，繼續祝福佢哋啦。今晚我呢條片咧，我想講一講咧，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尋日出嚟咧一個對圍網嘅最新講法。
嗱，局長咧，尋日就話咧，經過政府初步測試，咁而家發現咧，火場啊，呢個宏福苑外邊嘅圍網啊，係符合防燃要求嘅。我唔知大家嘅反應啦嚇，我自己咧聽到呢單新聞，聽到局長呢個講法咧，我係非常詫異啊！嗰啲圍網係符合防燃要求，政府做咗嘅測試係咁樣嘅結果，點解同市民睇到嘅新聞片段咁唔同嘅咧？我哋睇新聞片段嚇，見到嗰啲圍網咧係燒到咧嗶嗶叭叭嘅喎。咁另外咧，透過啲宏福苑嘅居民啦接受訪問，透過啲傳媒去訪問啲專家，咁似乎都顯示嗰啲圍網咧係大有問題。咁但係點解政府去發現，而家又發現嗰啲圍網係符合防燃要求咧嚇？咁所以我係好詫異。事實上唔淨止話嗰啲片段嗰啲訪問，即使你攞翻鄧炳強局長之前嘅講法咧，都發現係有唔同喎。阿局長咧，嗱，佢尋日就話啲圍網咧符合個防燃要求啦，但係前一日唔係咁講喎。嗱，前一日咧，阿局長咧就出嚟講咧，就係話咧，根據消防咧嗰個嘅初步睇到啦嚇，喺火場度有2點不尋常嘅。第一點咧，正就係個圍網嚇，係冇防火功能。第二點咧就係咧嗰啲發泡膠就即係用啲發泡膠圍實晒啲窗啊，咁啊係封密晒咁。咁啊局長當時就話呢2點咧就好不尋常啊，咁所以政府咧就要咧去即係加強個調查啦嚇。咁亦政府亦都隨即咧當時係好快速嘅行動啦嚇。咁就係咧係警方係拉咗咧3個人嘅，即係關於呢個維修工程公司嘅3個人啊。咁就係因為話要循刑事方向調查，就正因為有呢啲不尋常啦嚇。咁其後廉署咧都話咧佢哋都係好即係亦都係展開調查咁樣。咁所以如果你對比翻局長嘅前言後語咧，都有咧一啲嘅唔同。咁嗱，不過呢度就補充啦，局長最初話2點不尋常，咁佢尋日咧就話圍網嗰度咧就已經似乎係根據政府嘅檢測就符合防燃要求啦嚇。咁即係冇咗呢個不尋常，但另一點咧，發泡膠嗰點咧就仲係不尋常嘅。阿局長咧就話咧啲發泡膠咧就係好助燃啊，咁所以令到嗰個局勢咧，令到個火勢咧都係一發不可收拾。咁所以呢點咧，阿局長仍然維持佢原先嘅講法嘅。咁但係點解第一點圍網度同即係會有個落差咧？嗱，呢個都唔淨止係普通市民啦覺得有落差喎，連議員啊，現屆嘅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咧，都喺 Facebook 度咧就講咗佢嘅睇法喎，話睇完啊鄧炳強嗰個講法咧，佢都係好詫異喎，就係話同啲即係新聞片睇到嘅好唔同喎。咁田北辰咧就有幾點咧就提出嘅。首先第一點就話，喂，而家局長話嗰啲圍網咧係有達到防燃嘅要求嚇，咁佢話即係同大家睇到嘅新聞片唔同啦。咁所以佢第一點就質疑啦嚇，就提問就係關於究竟個防燃要求係啲咩啊？即係個標準係點啊？佢第一點就係提個標準，即係喂，點解原來咁就燒到 BB 爸爸都符合要求，咁就個標準有問題咯噃嚇，咁即係類似嘅講法。第一點佢提出嘅關注，咁跟住第二點咧，佢就問啦，嗱，如果你話政府初步檢測佢係符合要求嘅，咁就要知道你政府個化驗方法啦。咁會唔會就係咧唔防燃嗰啲已經燒晒，咁你而家攞得嚟燒、攞得嚟化驗嗰啲咪防燃咯？咁會唔會係咁咧？咁所以咧，田北辰咧就話政府咧應該要講多啲呢個化驗嘅方法。咁第三點咧，田北辰就提到嗱，而家咧發生呢個5級火嘅宏福苑啦，佢一共有8棟嘅，咁有7棟咧都係受到咧火災嘅波及嘅，只有1棟咧僥倖咧就避過呢個火劫啦嚇。咁
田北辰就話：咁不如咧，而家就即係仲有一棟係冇燒過噶嘛，就喺呢一棟度咧就攞佢啲圍網嚟公開嘅檢測，睇下係咪真係防燃。呢個就係田北辰啦嚇。尋日睇完鄧炳強個講法之後咧，就喺 Facebook 度咧就寫咗一段咁嘅嘢。即係換言之咧，係大家都會覺得，咦？阿局長嘅講法咧，點解會咁嘅？即係好似係雙方係有落差同大家嘅睇法。咁點解會咁咧？嗱咁。我咧呢條片咧，我係嘗試咧想去揾個答案啊！點解局長嘅講法同公眾咧睇到嘅係有落差咧？咁我而家咧就即係睇咗呢幾日咧一啲報道嘅時候咧，我咧就有一個咧初步嘅結論啦嚇。我唔敢話呢個咧就真係咧個最終答案，但係起碼咧在我睇嚟咧，就似乎可以咧即係補到咧呢一個咧。呢一個即係缺口啊，就點解局長嘅講法同咧公眾睇到嘅咧，好似係有落差咁。咁就一個就提供咗咧一個可能性啦嚇。咁當然即係大家咧聽完我嘅講法咧，可以同意，亦都可以唔同意啦嚇。咁但係無論同意同唔同意咧，咁啊歡迎大家喺留言度咧就話俾我聽。咁大家交流下啦嚇。嗱，咁我話我睇到嘅情況係點咧？咁首先咧第一點咧。值得留意啦嚇，我就係喺明報啊，尋日唔係今日，尋日睇到明報咧一個嘅訪問，即係咁呢度咧就對嗰個圍網嗰度咧提供咗一啲蛛絲馬跡。嗱，即係當時咧阿鄧炳強仲未話咧嗰啲圍網係符合防火要求啊。咁但係明報嘅訪問咧就訪問咗一個咧喺宏福苑宏泰閣嘅戶主陳先生，咁佢住喺宏泰閣嘅。陳先生就對於啦嚇，即係呢個大維修好有意見啦。佢話業主咧亦都一路好關注咧呢個火警嘅風險嘅，咁但係都不得要領啊嚇。咁佢特別咧提到咧一個咧好具體嘅事情，而呢啲事實咧，我覺得對於今次鄧炳強嘅講法同公眾嗰個落差咧，正正可以有一個咧好好嘅提供咗個答案。嗱，陳先生話咩咧？佢話據承建商向佢哋介紹咧，大廈外圍嘅綠色棚網咧係有抗火功能嘅。不過咧，較早前啊，香港打風，咁受颱風影響，咁啊吹塌咗部分嘅棚網嚇。咁佢前日嗱，呢個報道係尋日嘅，咁即係佢即係大前日啦嚇，即係星期三喺火場現場所見咧，後補嘅新棚網咧火勢係迅速蔓延。而舊棚網咧就火勢較慢嘅，咁然之後咧星期四佢再重返現場，舊棚網咧仍然掛喺大廈外，而新棚網咧就全部燒晒，咁所以佢質疑咧新棚網嘅抗火標準。嗱，呢個居民陳先生佢呢個嘅訪問點解值得留意咧？因為佢點出咗個事實就係，咦，其實喺呢個宏福苑咧。佢可能係有兩種圍網嘅，咁一種係舊嘅圍網啦，當佢話，如果根據佢講法，另一種咧就係因為打風嚇，有啲咧就吹甩咗，於是就換咗啲新嘅圍網落去。咁會唔會呢兩種嘅圍網佢個防火功能有唔同咧？一啲係可以防燃，另一啲係唔可以咧嚇咁。嗱，咁呢個咧就即係再有待驗證啦嚇。咁但係起碼佢重要咧就係原來。即使喺同一個嘅地盤裏邊啦，佢進行緊維修嘅時候，同一棟樓啊，嗰啲圍網咧，其實唔係完全一樣嘅，係有最起碼有兩種啦咁。咁我覺得呢個事實係好重要啊。針對咧，究竟點解驗出即係嗰啲圍網係咪防火唔防火啊？即係唔可以當話呢度驗咗係防火，就代表咧其他嗰啲都防火，又或者呢個係唔防火，係咪其他都唔防火咧嚇咁？咁我覺得呢樣嘢咧，所以佢即係。阿陳先生呢個訪問咧，係講咗一個好重要嘅蛛絲馬跡俾大家聽。事實上咧，一個樓宇進行維修嘅時候咧，有多過一種嘅圍網咧，原來唔係咧咁罕有嘅喎。沙田居屋瑞和苑啦嚇，其實而家都進行緊大維修，做咗2年㗎啦嚇。咁因為宏福苑咧今次發生咗火災啦嚇，咁所以咧啲居民當然好擔心啦。咁日前咧就
有維修師傅咧喺現場啊，用嗰啲圍網嚟實測，咁啊不少樣本咧都係一點火咧就燃燒啊，咁啊令到咧市民咧即係令到即係瑞和苑嘅居民都好擔心啦嚇。咁即係喺星期四晚咧，佢哋亦都召開咗居民大會啊，緊急居民大會，有居民咧嚇不滿早前咧有人為承建商辯護，所以情緒好激動，就話自己屋企有小朋友，唔想承受呢個風險。咁當然咧，冇人應該承受呢個風險嘅。咁但係咧，瑞和苑嗰度嘅情況原來都係一樣咧，有兩種圍網嘅。中科監察主席潘焯鴻今日咧就接受信報嘅訪問，佢就話咧，據佢理解，呢個嘅瑞和苑咧係用咗兩種圍網，青綠色嗰個批次咧係有阻燃嘅功能嚇，即係阻止燃燒嘅功能，而墨綠色嘅一批咧就未能咧嚇去阻燃，即係未能防火。咁潘焯鴻咧就話咧，據佢知道咧，政府而家已經落實啦嚇，就話去抽驗瑞和苑嘅圍網。咁佢話每個呢個圍網樣本嘅專業測試咧要2萬蚊嘅。如果全個屋苑啲圍網都做咧嚇，咁就估計需要40萬蚊。咁假如政府介入咧，阿潘焯鴻咧就覺得係有助釋除居民憂慮。咁即係話俾大家聽咩咧？就係原來咧。同緊一個棟大廈做緊一個維修工程咧，佢可能都有兩種咧係唔同嘅圍網，一種咧係防火，一種係唔防火，一種係阻燃啊，一種咧就係唔阻燃嘅咁。咁另外咧，信報咧亦都訪問咗咧另一個屋苑嘅業主，嗱呢個咧就係香港咧南區啊，即係一個老牌屋苑碧瑤灣。咁咧呢度咧都值得留意嘅。因為咧碧瑤灣咧嚇，佢嗰個嘅承建商做緊呢個大工程嘅承建商咧嚇，正咧就係咧而家同咧宏福苑咧同樣嘅，即係同一個嘅，即係都係咧呢個嘅宏業建築承辦咧呢個大維修嘅。咁碧瑤灣嗰度出咗咩問題咧？嗱，據咧呢個嘅業主啊。呢位林小姐咁接受信報嘅訪問啦，就同信報講嚇，哇！不過即係食水都好深啊。根據阿林小姐嘅講法，佢話咧宏業咧最初開價好癲啊，每戶咧要夾50萬至80萬。其後咧好彩啲業主夠團結，之後不斷講價，先至咧話維持咧基本嘅維修，跌到咧每戶10幾萬。哇！即係食人哋隻居咩？一戶要50萬至80萬，80萬即係成100萬，每戶要俾100萬你，太過分。咁但係即係呢位碧瑤灣業主林小姐咧，佢嘅講法就話咧，因為發生咗咧呢個嘅宏福苑事件啊，有同一個承建商啊，咁當然咧碧瑤灣嘅業主咧就好擔心。咁咧，佢哋就喺咧星期四晚咧剪咗部分咧啲圍網自行測試，結果一燒就着，阻燃性成疑啊！咁呢位業主咧就對信報嘅記者講啊，佢話咧測試嘅短片咧清楚睇到啲網咧燒到盡嘅，咁同咧宏業話咧有證書證明咧佢係咧阻燃啦，呢個事實咧係不符嘅。咁林小姐話咧，佢星期五已經立即要求咧宏業去拆除咧呢個圍網嘅，咁但係咧對方嘅拒絕，理由就係話咧當局咧仲未巡查。咁林小姐就話啦，覺得宏業好唔負責任啊，就唔理咧居民嘅生命安全啊。咁佢哋咧亦都要求咧唔好再過數俾咧呢個宏業，以免咧佢哋爛尾。咁即係呢啲例子咧就其實如果佢從一個嘅承辦商，即係話咧。喺碧瑤灣咧，而家確實係有啲圍網咧係唔防燃嘅。咁所以呢樣嘢咧就亦都就係要同阿局長嘅講法去睇翻就係，咦同一個承建商嗱，佢而家另一個地盤咧，啲業主又睇到係唔防燃嘅喎。咁點解政府睇呢個嘅宏福苑嚇，佢嗰度又可以驗到防燃咧？嗱，咁我覺得綜合咧，即係你一睇到咧，其實似乎咧。喺呢啲工程裏邊嗱，有啲佢唔防會唔會一種情況咧？就係如果你測到佢係所謂佢係符合要求係
防燃嘅，其實佢本身咧就已經係有2種咧圍網啊。嗱，因為大家都知啦，個原因就係如果防燃一定係貴啲，唔防燃嗰啲咧一定係平啲。嗱，咁最初咧睇翻雲福苑啊，明報訪問業主嘅訪問，其實呢個嘅承建商咧，佢係應承咗咧係用一啲防燃網嘅喎。咁所以我相信咧，其實佢計個費用啦，佢都用計防燃嘅網咧去收啲業主嘅價錢啦嚇，即係羊毛出在羊身上。但係結果佢咧就用咗啲喺呢個嘅地盤裏邊咧，你係發現一啲咧係冇防燃功效嘅。嗱，咁2個可能啦，第一就係可能真係最初係用防燃嘅，後來颱風啦，咁啊於是咧就用咗啲唔防燃嘅。嗱，呢個一種可能。但另一種可能咧，亦都話我話俾你聽咧，我用防燃啫，但係其實我要可能有少量就用咗防燃，但係呢個咧就係預備咧。即係可能有時要做一啲測試嘅時候，咪攞嗰啲嚟測試咯。其實我大部分啊本身啊，即使第一批嗰啲啊，就已經都係好多嘅唔防，係更多嘅係唔防燃㗎啦。嗱，呢個可能性係咪存在咧？咁我覺得呢個可能性咧係完全唔可以排除啊。咁即係因為你睇到咧，而家好多嘅問題咧揭露出嚟咧，都見到咧啲即係維修工程商啊嗰種嘅係種種嘅都即係。嘅問題咧，都係好受到質疑嘅，即係呢個圍網啦、發泡膠啦，之前提過嘅警鐘嘅問題啦，啲警鐘唔響嘅嚇，有時唔響咧，係仲係話係特登咧係刪咗佢，因為方便咧工人進出啦，做緊工程啊，即係貪方便。咁而01咧，今日有個報導咧，亦都提到咧，呢啲嘅即係種種嘅維修工程商咧嗰啲。令人憤怒嘅行為啊！嗱，01咧就訪問咗一位咧林先生，咁呢位林先生咧都係咧災民嚟嘅，佢就喺咧宏福苑呢個嘅宏盛角度咧居住嘅。咁呢位林先生咧佢就提啦即係佢一路亦都係對於屋苑大維修嘅投標啦就好質疑啦，覺得黑幕重重啊！維修過程咧，亦都問題多多。咁佢就話曾經睇到啲咩情況呢？佢話自己咧，其實工程咧由舊年8月開始啦，至今仍未完成。但係工程期間咧係問題多多嘅，例如咧原定維修方案咧係每2棟咁樣進行，但係咧唔係咧一次過8棟嘅。咁但係而家承建商咧一嘢就全部拆晒8座啦即係一嘢做晒8座，咁所以先出現今次咧火災啦，火燒連環船，一發不可收拾。咁承建商咧當時解釋就話，因為難安排工人，整完2座咧就運好多竹棚嚟，跟住就話工人喺度啦，結果咧走咗第2日咧就好難揾翻㗎啦，所以就要去拆埋嚟裝啊咁。嗱，咁你睇到係咩咧？即係我明明同你講好咗就係8座樓，我做2座咁去做啊，即係分4次咁去做。但係其實你唔係啊，你應承咗嘅嘢咧，你後來全部咧推翻，一次就做8座。而今次呢一個咁嘅前言不對後語咧，確實亦都係導致點解今次呢個5級火咁一發不可收拾，因為就係你咁多棟連埋有啲圍網啊各樣咁樣啦，就係產生嗰種火燒連環船嘅效應啊。咁但係你由此亦都見到咧嗰種嘅承辦商、工程商嗰種不負責任啊。嗱，咁呢位咧。即係01訪問嘅呢位林先生咧佢亦都提到咧，佢就發現咧有操鄉音嘅工人不守規矩吸煙，懷疑係外勞。咁啊林先生就話咧：我喺香港幾十年，邊個香港人我唔知咩啊？咁佢就話佢自己係曾經向有關方面反映嘅。咁對方回應咧就係禁止呢個工人繼續喺就係上址工作，但咧係咪真係有解僱到佢咧？林生就話唔知啦。咁呢度咧就提出咗2個問題啦，首先係外勞啦，另外咧就係食煙嗰個問題啦因為而家一路都講咧，就係好大機會咧，其實點解會有火種釀成火災咧？就係因為工人咧違規食煙。咁會唔會呢啲工人其實都係外勞咧？咁嗱，即係呢個都係林生嘅訪問去提出。咁但係呢個種種咧，就係睇到咧嗰種工程嘅監管啊，嗰種嘅不負責任。而你而家睇翻林生呢個訪問啦佢向有關方面反映啦對方咧
係冇否定到佢有食煙啦，即係個工人有食煙啦，亦都冇否定到個工人係有機會外勞喎。佢只係話佢唔會再喺度做嘢啦咁。咁但係佢如果就算佢真係唔喺呢度做嘢，佢咪去咗另一個地盤做嘢咧？咁咪將個危險，即係另一個地盤都係一樣危險嘅喎，另一棟維修緊嘅樓都係一樣危險嘅喎咁。咁所以我覺得你連日嚟即係睇咗呢啲嘅訪問咧，你就見到嗰度係一塌糊塗啊！即係話嗱，我覺得呢啲咧，剛剛我提到嘅呢啲訪問嘅整合咧，就係話其實喺大廈裏邊咧係可以係有唔同嘅圍網，有啲咧係防火，有啲唔防火。但個結論咧就始終就係咧，即係有人咧就係偷工減料。呢啲唔可以叫做因貨就價，因為佢係收人哋天價嘅。即係我呢啲就係我之前嗰條片咧，就係話咧你收咗我咧燒鵝嘅價錢，俾翻一啲咧借渣嘅貨色人啊！即係呢啲係無良不負責任啊！咁點解我話咧成件事即係上條片都提到啦，其實就係你睇到咧呢個嘅圍標之惡。其實呢個咧係一個制度上嘅問題。點解香港而家有咁多嘅呢啲即係圍標嘅事件出現咧嚇？你追源究始咧，其實就要由2009年啊，當時林鄭月娥係發展局局長，咁就提出咗個屋宇更新大行動，就要咧啲樓宇咧嚇去進行咧一個嘅即係去維修啦嚇。嗱，本來咧其實樓宇有問題，即係舊樓要去維修咧，理所當然啦，係好事嚟嘅。咁但係當日呢個政策咧，其實有一樣嘢咧都值得大家留意。根據當時嘅新聞稿咧，政策推出嘅理由咧係咩咧？就係咧為本地建造業，特別係維修工人創造大量嘅就業機會啊！咁因為當時嘅背景都係啱啱經歷咗08年嘅金融海嘯啦，全球經濟咧都係轉差嘅。咁啊，所以呢個樓宇更新大行動咧，本身係一個保就業嘅手段之一。嗱，其實呢樣嘢咧，亦都冇問題嘅，即係當時嘅因應社會情況嚇，咁你即係可以係咧係雙贏嘅嚇，既可以令到啲樓咧嚇去即係舊樓可以得到維修，亦都可以保到就業，增加就業機會，何樂不為咧嚇？如果做得好，但問題就係你引入一個咁嘅制度咧，其實你係要有咧相對嘅監管啊。咁不過咧好可惜，政府喺呢方面咧就似乎咧就大有問題啦。咁啊令到咧反而就令到咧成個行動咧就變成咗一塊肥豬肉啊！咁就俾一啲不法嘅承建商啊、工程公司啊，就喺度魚肉啲業主。嗱，今日信報有篇文咧，係好值得咧大家咧去即係睇嘅個觀點咧，係我覺得都好講到咧個問題咧一個嘅重心。嗱，呢篇文咧個標題就係從宏福苑大火拆解圍標根源。咁佢個作者咧就係叫做梁天卓。篇文講咩咧？嗱，佢係有咧具體嘅一啲嘅數據啊，同埋一啲嘅調查嘅。咁文章就提到咧，話好多香港人都知道屋宇署維修市場咧，屋宇維修市場咧已經被圍標集團咧就滲入好耐。咁作者就話幾年前咧，佢同兩位嘅朋友咧就共同咧就撰寫咗一篇研究，利用當時咧仍然運作嘅傳真社啊，就公開嘅標書資料，分析咗141個大廈維修工程嘅招標結果，試圖理解圍標同價格飆升背後嘅經濟誘因。最核心嘅發現就係咧，強制驗樓制度本身咧就大幅降低咗業主對維修工程嘅議價能力，為合謀同圍標創造咗最肥沃嘅土壤。咁作者咧就提到，佢話咧強制驗樓原意係好嘅，希望避免樓宇失修、外牆剝落，影響行人安全。不過制度細節咧就造成咗完全相反嘅效果。當一棟大廈俾政府點名，業主就必須喺限期裏邊咧完成檢查同埋維修，否則就會面臨罰款甚至刑責。法團、顧問、承建商咧，於是成為成個流標流程嘅主導者。業主嘅角色咧就退縮成咧只能夠被動接受。當買家冇辦法拒絕，賣家咧就能夠聯合
抬價。當需求變到冇彈性，合謀咧就變得低成本、低風險，而且極具利潤啊！咁呢位作者咧，梁天卓就話佢當時咧就同嗰幾位朋友咧就對數據分析咧就引證咗呢一點，就係被政府點名強制驗樓嘅大廈，佢維修嘅標書嘅中標價平均咧係高出40%以上。更加令人震驚嘅係咧，就算冇收到通知，純粹自願維修嘅大廈，喺制度推行之後嘅中標價咧，同樣係上升40%。換言之，強制驗樓咧並唔係只影響被通知嘅一小部分大廈，而係徹底改變咗成個市場嘅競爭結構。咁作者跟住就話咧，市場變壞嘅方式咧，亦都係有跡可循嘅。佢哋發現當時4家最活躍嘅承建商喺強制驗樓推行前後嘅投標行為咧，係出現咗明顯嘅變化。即使控制咗物料價格、人工成本、樓齡、地區等因素，但係佢哋嘅投標價格喺制度推行之後咧，就更為一致，彼此之間嘅相關性力亦都顯著提高。呢個可能咧就係合謀嘅信號。喺正常競爭中，各公司會基於自身嘅成本獨立定價，唔應該出現如此緊密嘅同步。制度推行咗之後啦嚇，標書一齊抬價嘅現象咧，亦都係突然增加，講明咧成個市場嘅合謀風險咧，實際上咧就係俾制度增加咗。咁即係話咧，即係如果你唔係咧喺呢個從呢個根源去處理咗呢個制度嘅問題咧，其實無論啊你而家話啊竹棚不如改由咧呢一個嘅金屬棚架去取代，其實並冇咧能咧去解決呢啲問題嘅，因為喂嗱竹棚應該平啲啦，咁金屬貴啲，但係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後咧又成為咧一個咧魚肉業主嘅工具，即係啲承建商又收得工程商又收得貴啲啦嚇，嗰個承建工程。咁事實上工程棚架係咪確保係一定冇問題咧？冇人敢包嘅喎。嗱，你話佢咧相對咧係即係佢可以冇咁容易燒到啦，唔會助燃啦嚇。咁但係其實棚架亦都有即係金屬棚架亦都可能有衍生另一啲嘅問題。即係當金屬去到一個程度嘅時候，熱力到去一個程度嘅時候，佢都會溶啦，係咪啊？咁另外咧，佢好熱，太高溫嘅時候咧，可能咧亦都衍生咗另一啲嘅問題，即係喺火燒之下太高溫嘅問題。咁所以呢個世界咧，其實係冇一個咧完美嘅方案，我哋只能夠咧就因應個情況啦嚇，就睇下優點缺點，咁咪梗係揀一啲咧優點多過缺點嘅方案，而嗰啲缺點咧就盡量咧去點樣去彌補嚇對解決。咁但係唔係嘅，如果你根本咧就冇去諗呢啲執行細則嘅問題，去杜絕咧嗰啲嘅弊病啦嚇，咁所以任何嘅方案咧，最後咧你都係咧令到咧個問題咧都係繼續重複嘅，你都係冇咧解決到咧真正核心嘅問題咯。咁所以咧點解我話咧係圍標之惡咧？其實就係呢個意思。唉，呢啲嘢咧，即係希望咧大家而家提咗出嚟。唉。呢篇文章啦嚇，我再講一次咧，就係咧今日信報咧一位叫做梁天卓咧寫嘅文章，標題就係從宏福苑大火拆解圍標根源。咁我覺得佢對咧即係成個問題啊嚇都好值得大家咧去留意啊嚇，即係佢都提供咗好多嘅資料咧，俾豐富咗咧大家咧喺呢個問題咧一啲嘅討論。咁今日咧同大家講呢個題目咧就講到呢度啦。咁最後都係希望咧向受災嘅災民啦嚇送上祈禱，送上祝福，希望佢哋喺呢個咁艱難嘅時候咧，可以大家可以幫到佢哋嘅就盡量去幫啦。咁今日咧喺度同大家嘅交流分享傾到呢度，拜拜。